再请出王贝玲小姐，这次她帮我们奏中文歌曲《夜来香》跟《最后一夜》啊，邓丽君跟这个蔡琴很有名的歌。好，掌声鼓励他们，谢谢。再来这两首中文歌曲。 会唱的一起唱。这首歌就想到邓丽君，我们再次给他们一次鼓掌好不好？谢谢 Jay 跟林贝玲，非常感谢他们在场上来给我们表演。Thank you so much. It's very very nice.